朋友，早，欢迎收看12月2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总统赖清德昨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会议，针对顶礼拜随机攻击案，赖清德表示讲，中央和地方会当做伙来检讨甲改善制度。内政部长刘世峰也讲，为着所落来的耶诞节甲跨年的活动，因会阁加强演练。台北捷运攻击事件惊动社会，引起大众开始注意安全检讨。总统赖清德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会议，强调要用这个事件做借鉴，中央甲地方要团结，继续提升应变能力。希望以此事件为鉴，中央和地方也能够展现台湾团结的精神，共同检讨、改进并建立制度。内政部长刘世峰进一步说明，对耶诞节、跨年、新正过年大型活动有137场，整备警察、民防能力现有超过17000人次，会采取实地、实物、实人、实景，以有计划、无剧本的方式进行演练，将类似捷运的攻击事件列入演练的项目。我们未来的演练确实没有错，就是实地、实物、实人、实景，好，然后是有想定无脚本。那如果像目前所碰到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会把它放到有可能处理的这个想定里面。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表示，针对交通关键基础设施，政府宣布了针对受到威胁、不明气体等等的演练，会继续检讨，甲暴力攻击列入演练的项目。那当然，未来在情境的设定上面，我们会再加强，把像这样子暴力攻击的部分也会列入其中。面对大众为了刺激上下班通勤的安全，政府办公透过实际演练，加强跨部会加中央地方即时的应变能力，除了提升公共运输安全，也回应国民对安全的期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顶礼拜，在台北发生攻击事件了后，全台湾拢有来加强维安。不过，虽然陆续拢有一寡人真无聊，会伫咧网络发言，讲要来发动攻击，也伫咧高雄捷运的鸡蛋站，也有高铁左营站，嘛有人去乌白市这紧急通报铃，讲有炸弹。警方伫咧3点钟内就抓到这个作孽的20岁少年家，法院嘛已经裁定羁押。暗时9点外，今年20岁姓李的查甫人伫咧高雄捷运鸡蛋站的月台行来行去，假做无记无记，用手去刺壁顶的紧急通报铃，甲站员讲有炸弹客，然后就上车来到高铁左营站，同款搁刺紧急通报创治人。过一查证了后，发现是有人作孽，随报警处理，由桥仔头地检署指挥，警方透暝办案，3点钟内就伫台南抓到嫌犯。警方表示，嫌犯敢若讲无法度控制家己，犯案的动机需要搁厘清。全依刑法妨碍公众危安罪移送侦办，并依大众检举法第50条第1项第2款，处1万至100万罚款。复讯后，认被告涉犯恐吓公众及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反复实施等羁押原因，向法院申请羁押。嫌犯用作孽的方式来危害公共安全，这款行为真正不可取。因为台北捷运的攻击事件，佮加上年底各种大型活动相续举办，为了要保护民众的安全，也和活动顺利进行，高雄市警局23下晡特别行动员94名员警来做演练，包括跨年暗过紧急状况，也佮有捷运站的随机攻击。局长林彦典表示，今年有特别派13名特勤员警专门来处理紧急状况，到时唔那地面有1200几个警力甲边防人员，空中嘛有无人机的即时监控。另外，我们还有无人机的搜证，加上我们到时候会用360度广角椭圆形的来做搜证，我们让搜证到紧密的工作。局长强调，公共安全的问题袂使放定，透过装备的提升、建警率的增加，在咧确保安全的同时，也毋望会当互民众放心。记者郭家祖、高雄场报道。好，咱过来看这台中市第2分局侦查队一个警察，竟然是伫咧网络刊文，讲要来甲市长罗秀燕来开枪。台中警方是赶紧来侦办，检方也已经甲人拘提到案。网络社群出现这款的图文，台中市长罗秀燕的扛棒并曝光破坏，也写要对市长不利。警方调查发现，大部分的人是台中市2分局侦查队一名姓黄的侦查组，互分局认定情节重大，主动报称检方指挥侦办，也强化市长的维安。对于涉及人身安全之相关言论，已由刑事单位依法迅速侦处在案，另针对后续各项出席活动，均由保防单位加强相关情资掌握。
认定黄姓被告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及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检方第三将伊具体到案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警方表示，这名侦查组做警察3年，正经伫派出所任职，有几摆为民服务加组织记录。可上侦查组大约半年时间，也毋过陆续出现言行各样的状况。12月，除了向转介资商就医，警方也调整伊的工作内容。侦查队其实以我们警界来说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压力很大的地方。反正这个东西的承办人就是警局内部的人，那警局内部的人自然大家就不会相信，就觉得会被做记号怎么样的。怕就是今天我去委外心理咨商，如果今天警局认为我有问题，要用这个理由把我调地怎么办？我的家庭会不会受到影响？会有这层的顾虑。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表示，虽然警方有提供警员心理咨商，也毋过多数警员也是毋敢使用，加上轻无当，若拄到重大事件也是活动，真歹休假调息身心，叫做恶性循环。心情科医师建议，爱调整家己心态。没有压力是一个压力，太大压力是个压力，所以要找寻你每一个人能够承受压力的范围去做一些规划。医师表示，除了爱重视压力来源，也爱学习甲压力共处，搁适当转移注意力来调整。毋过，若影响生活还是人际关系，都爱寻求咨商还是药物来治疗。王氏新闻采访报道。顶礼拜台北发生这随机杀人案是造成正大的轰动，这嫌犯的爸母昨也出面来向社会大众回实咧。另外讲到这个救人牺牲的英雄，伊家唱先生，桃园市府是答应讲会协助上紧伫咧明年春天，互伊入去桃园的中烈士。犯下的那个滔天大祸，对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以及对受害人及其家人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我们想在此向大家说对不起。镜头头前行李行真侪摆，搁伫现场跪落来，因的囡仔都是119台北市随机攻击案的嫌犯，案发了后坠楼死亡。经过法医完成解剖了后，伊的爸母嘛第一摆出面向社会来回实的，但是面对媒体提问，并无加做回应。那接下来我们会全力配合司法的调查。请问段连这些年来，你们有大概知道他的状况如何吗？嫌犯坠楼不治，犯案动机唔知影，留真侪疑点，检警当在厘清。北检伫解剖进前，一透早是先以证人的身份，传伊的爸母到案，信后请回。警方嘛，搁一摆说明上新办案的进度，查出嫌犯伫犯案前一天，北京成品南西店5A 业站，牵查去厝顶的路线。中国问服务台敢会当去伫厝顶，讲是想要翕对面的圣诞树，但这个要求互拒绝。名下的账户有一个比较活跃的，从112年的年底到今年的10月，有家属有汇入大概新台币37万元，作为他的资助。但是持续调查嫌犯行动的过程，口座的金流嘛是追查的重点。专案小组发现讲，嫌犯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因妈妈给伊钱。伫犯案进前，伊口座敢若剩39块，其中一大部分的支出是用来买刀械等等。去年4月开始，伊就连续买各种当地刀案，警方查扣13支，拢是对网络买的，再搁透过超商还是店到店摕到货。台北市政府，我们的立场就是从宽、从优、从速的原则，全力来协助受害者及家属。专案造成3个人无辜死亡，勇敢徛出来不幸死亡的桃园市民伊家唱，台北市政府嘛会予伊600万的抚恤金。另外，台北市长周万安嘛证实，本地2天的双城论坛会改做1天来回，干那去主论坛。桃园市长张善政是表示讲，会帮助申请安排伊家唱入属桃园的中烈士。另外，37岁姓肖骑奥多麦的骑士，台北市劳动局嘛认定伊符合职灾的补偿条件。他是在上下班途中遇到事故，包括40个月的补偿金，还有5个月的伤残补助。为了帮助伤亡对象，台北市社会局表示讲，上近23开始，就会透过119辅助专案，把爱心捐款当中用伫照顾这摆伤亡者的家属。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立法院昨3读通过要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骑奥多麦时阵若用手机食薰，会当罚到1200块。再来看中国时报，牵涉到台北警发生案的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伊要回去新竹看因老母做理由，申请解除限制住期，得到裁准。因为这案打算伫咧明年3月26日会来进行宣判。
落尾是自由时报，昨立法院听诉委员会南北党团第4届来阻挡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民进党的立委是呼吁爱理性守护国家，也那国民党的立委是批评总统赖清德唔敢去到立法院来说明。另外，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在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草案当中，是有讲到中国的目标是2027年要有成功攻击台湾的能力，严重去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安全。那保育秘书长也讲，在中国若准真正来拍台湾，罗西亚有可能会趁机会调乱澳洲。台海情势真紧张，外国媒体路透社标出美国国防部报告的草案，表示中国要在2027年完备武力犯台，摕到胜利的能力，嘛持续军事扩张，到2030年可能有超过1000粒的核弹头，严重威胁印太区域。保育秘书长雷特警告讲，中国若是武力犯台，罗西亚恐惊会趁机会伫澳洲内乱。另外，学者嘛观察到中国想要伫2027年，甲台湾讲落来，第一个目标就是阻止美军来介入台海。那这3项关键的能力：战略投送能力、指导现代化联合作战的能力，还有后勤跟动员的效率。其实我认为，在2027年之前，共军都应该还没办法具备。学者分析，中国要武力犯台，第一步至少要投送6万的兵力来领导，但是中国军队投射的兵力、后勤支援的规模也无到这个目标，这嘛，互国军有建军备战的时间。总统赖清德23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强调台湾爱全力发展国防产业，向世界来表达台湾维持现状的决心。中国对台湾、对印太区域的威胁持续加剧，企图把民主台湾变成中国台湾。这是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更是对全球民主自由阵营的公然挑衅。罗总统嘛强调讲，要和国际友盟国家积极交流，和台湾伫全球民主防卫网络做一个袂当无的角色。不过，中央提出的1.25条国防特别预算，23是第4摆和南北联手阻挡，无法度呼吁来审查。呼吁啊，白蓝两党，你这北是个要那是个呀，回到制度，回到理性。让立法院真正成为守护国家、爱台湾，不是瘫痪制度的地方。提出1.25兆的军购，不敢来立法院报告并接受质询。我想请问国人啊，是谁在卡军购啊？就是赖清德自己在卡。地下业牌啊来抗议，批评国民党讲要加强国防，却连讨论拢无要讨论。罗志强反击，批评赖总统违背选举的承诺，唔敢来立法院说明。双方你来我去，互会议的气氛是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讲要打压台独势力，甲一寡咱的军官、公务人员、甲立委是列做制裁对象。就有媒体引用官员的讲法，讲呼吁若去互中国列做制裁对象的这人，就唔通去柬埔寨、辽国、佮白罗斯等等这个国家，较免互当地政府抓起来送去中国。也针对这个代志，咱的外交部是强调，台湾是主权的国家，中国无权甲咱管。5月20号和27号，中国对台湾无明确的界线一直侵扰。中国甲国军自动定军深圳大队立委甲民众列做处罚的对象，想要管台湾人。有官员提醒民众，若是互人列做处罚的对象，应该尽量避免去柬埔寨、辽国、加白罗西亚这个国家，才袂互人列去中国。我们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中国对台湾并没有任何的管辖权。中国对于我国人施加所谓的跨国镇压这样子的威胁，政府呢除了与国际社会加强反制合作之外呢，外交部也与各个外管持续的密切关注可能的情况，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机制。目前台湾甲这3个国家主要贸易往来，白罗西亚是手工具甲航空器的零件，贸易总值6930万美金；柬埔寨是自动车的零组件甲作用器，贸易总值是6.10亿美金；辽国是以调制饲料甲二爽粉较济，贸易总值超过6000万美金。目前辽国互人列做3级警示，避免前往；柬埔寨是除了保卫下性电5个省，互人列做4级的红色警戒，爱赶紧离开。其他地区是避免
免前往。白罗西亚同款嘛是红色爱紧离开。外交部表示，会对各国政治、治安甲法治环境进行风险的评估，适时发布旅游警示，提醒国人爱谨慎评估海外旅游行程。3个国家它的一个特色，简单讲，就是它可能比如像柬埔寨跟辽国，它在经济上是相当依赖中国的那基于经济的利益，它有可能愿意去配合中国那白俄罗斯本身，那当然也跟中国有很多的一个贸易本身的关系但基本上我个人相信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去支持中国这种做法。学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效果颠倒歹，另外对中国军机军舰的干扰，想要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敢若会加深周边友台国家对中国威胁论更加不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开始变强，北部、东部的气温大约是16至24度，因为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来到28度，早暗的温差更较大。下半晡开始，因为冷气团落南，北部会愈来愈寒，这波冷气团湿搁冷，桃园以北甲东北部拢有可能会落大雨。东部甲恒春半岛地区水汽嘛会较高，而且伫咧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会落雪，可能会当看到白色耶诞节。这天气就要等到拜六才会豆豆转好。疾管署宣布，对明年1月15开始开放65岁以上肺炎高风险族群去免费做肺炎研究菌的预防针，全国大约有280万人会当来做。另外，因为今年这寒人的流感疫情其实无预估的遐尔悬，疾管署就表示讲，这可能甲今年做流感预防针的人数创下新高纪录有关系。一般来讲，冬季是流感疫情的高峰期，不过今年真罕见，到12月底疫情也未明显压起来。疾管署拜二公布，顶礼拜流感门诊急诊人数拢总有8.3万人次，和前一礼拜差不多，疫情悠悬伫咧低点，主要原因和今年民众注疫苗人数创下新高有关系。因为今年流感疫苗打得比去年好很多，然后我们现在也接种了600多万剂。徛在预防医学的角度，疫苗会当有效控制疫情，所以疾管署明年也推出疫苗新政策，对明年1月15开始，包括65岁以上的时代、55岁至64岁原住民、19岁至64岁肺炎高风险对象，会当做公费的新型肺炎链球菌疫苗，因过注2筒，即马注1筒就会使，民众会当先试清过。我们已经有接种好几年的这个成人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因为目前有新一代的肺链疫苗在市面上，包括20价以及未来会有21价，保护力都更好，涵盖也更广泛而且打1剂就可以完整保护，不像过去需要打到2剂。疾管署预估全台湾大约有280万人人次符合资格。疾管署也强调，一筒会当有真好的保护效果，可会当降低重症的风险。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长照3.0预告伫咧明年开始实施，要扩大社区照顾的计划。这长照机构的服务对象嘛有扩大。不过，就有学者表示讲，这病人要对病院转去处理的这阶段，要评估的人力是真欠缺，所以呼吁政府爱增加奖励，补充人力。因应长照的需求增加，政府按算推动长照3.0。卫福部表示，政府会参考日本的做法，和基层的诊所合作，举办复健病房，也希望伫明年患者出院了后，小接的时间会当对4天缩短至2天。另外，也伫明年扩大长照的服务对象。115年起扩大长照服务对象，新增评估期间符合健保的 PAC 的收案的对象。包含不分龄的脑中风等6类收案的对象，只要是评估长照需要等级为2级以上，可于返家后衔接使用这个长照的给支付服务。长照推动委员会拜二开专家会议，针对缩短小接的时间，民团和学者拢支持，也讲这对长照患者和家属来讲是好代志。但是目前小接病院和转去处理这个环节的评估人力真欠人，呼吁政府爱提关奖励金补充人力。就我所知，医院的这个储备小组的功能一直没有办法扩充，主要就是因为团队跟人力的限制。所以除了这个奖励金这个机制，我们今天他如果可以当日提供或2日内提供，我们提供奖励金这个机制之外，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措施可以去鼓励医院去扩充它的储备小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的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长照3.0希望扩大社区照顾计划，整合居家、社区和机构这系统，分3阶段来落实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尊严好保的愿景。会议上，各界也希望政府会当透过强化服务计划，落实健康台湾的目标。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要来打造一架排水量3万外吨的大型军舰，佮会载真侪先进的武器伫顶头。川普讲，这除了是军事的目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让美国本土的造船佮钢铁产业佮再兴旺起来。排水量我6万吨的密苏里河，用比现代科技水准的大炮较低。对抗外星人入侵的大军，拯救地球人类。当然，这只会当存在伫虚幻的电影内，也毋过现实中的美国海军当准备伫总统川普的指引之下，建造新一代的超级战舰。Battleships, these are bigger, but they will have 100 times they'll be 100 times the force, the power. These cutting-edge vessels will be some of the most lethal surface warfare ships. They will be actually the most ever built other than our submarines. 美国海军现役的水面战舰上大爱算排水量9000外吨的新顿驱逐舰，舰顶除了有5英寸的大炮，主要武装来自90至96个随地发射器，会当全球配备防空飞弹、反舰火箭、舰舶巡弋飞弹等。计划中的超级战舰排水量有计超过35000吨，甲新顿舰同款的随地发射器达到128个，会当搭配现有的个型飞弹。另外，也有12个特别的发射器 CPS， 用来配备射程涵盖全球、配备小大头的高音速随翼飞弹。大炮包括已经研发真侪年电子轨道大炮，大头威力相当4.8公斤的CC军用炸药。川普政府另外一个如意算盘是，就中金本土的制造业甲钢铁业，和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会当重新加压起来。They'll help maintain American military supremacy, revive the American shipbuilding industry, and inspire fear in America's enemies all over the world. 自从二次大战后期以来，以航空母舰为核心，搭配其他战舰维持海战空军优势做法，已经是美军做真侪年的惯例。21世纪初期登场，排水量15000外吨的主瓦特级驱逐舰，原本防5万真悬，也毋过因为预算甲进度问题，被迫取消。所以当美军内部出现打造超级战舰的争论，反对的人都认为这是浪费资源，对提升海军战略无帮助。公司新闻齐家真朋友。即马真侪人若有大块的问题，会选择来自减肥车。也美国最近也有批准一款用假的减肥车，唔免自用食药丸来就好，讲会当互人的体重来减少1、2成。这批准的消息，一个公布药商的股票随起超过10%。不过要提醒大家，无论是注射也是食药啊，也是应该要有医生来指示，而且大家来配合健康的食食甲运动的习惯才对。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丹麦制药头人诺和诺德开发的全球头一款口服减肥药。这款药啊，甲减肥注射药周先达诺特比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同款。司美格鲁肽上起先是用伫治疗第2型糖尿病，经过重新调整剂量了后，就变做会当压制食欲、改善代谢异常，佫会当减少体重的体重管理药物。诺和诺德预定伫明年初推出剂量为1.5毫克开始的减肥口服药，上少剂量的月费是$149，差不多代票4691块。只是诺和诺德无讲更较悬剂量的售价。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差不多40%的美国成年人有大块症，有12%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因长期服用有这成分的减肥药啊。另外，得到批准的消息公布了后，诺和诺德伫纽约上市的股票盘后交易是起10.56%，来到$53.100。Obesity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public health challenges of our time. Globally,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are living with obesity, an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double by 2030. It was linked with 3.7 million deaths globally last year and puts huge strain on health systems and economies.
根据统计，全球有13%的幼龄女性因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影响，致使因体重快速增加，甲袂生。所以美国有愈来愈侪女性使用这种的减肥药，伫控制伤侪的雄性激素。只是目前无清楚病情的改善是因为体重减轻，还是抑有其他更加直接的作用。I think a lot of the drug companies are reluctant to do testing on women on what is like kind of considered a fertility condition because no one wants to put pregnant women in drug trials. 诺和诺德的周先达减肥车伫2021年核准伫美国生产，伊的股价已经成长超过3倍。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诺和诺德去年的期待是5700亿美金，已经超过丹麦伫2024年 GDP 4294.6亿美金。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各界有啥物要紧代，做回来看世界。利比亚武装部队参谋总长一商务喷射机对土耳其起飞了后，无偌久就安尼摔落来，机顶5个人全部罹难。也门叛军的清廉运动和也门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来交换政府大约3000人。若是顺利，就会是这双方小战11冬来上大规模交换政府的行动。俄乌开战要到4冬，今年耶诞节，罗西亚尽款是拒绝停火，讲若停火，敢若对乌克兰有利。若高中64岁是对罗西亚的立场表示真悲伤。镜头转来看国内，因为行政院长窦英泰唔负所在违法，南北立委是去要求监察院赶紧对窦英泰来提出弹劾。也另外，南北也提案要来弹劾总统赖清德，按算伫咧拜5会来表决。行政院窦英泰无负所在违法，南北立委进前已经伫市议会通过临时提案，而且监察院弹劾窦英泰，再结果直接到监察院要求赶紧提出弹劾。弹劾真正案的内容嘛公开，讲窦英泰行为已经构成重大违法失职，严重破坏依法行政甲权力分立原则，影响宪政机关正常运作，请求监察院立案调查。没有依法行政的政府就是一个违法的政府，就是我们今天要弹劾他的原因。民进党团绝对支持卓院长不复议的行动，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认同他们的作为。根据宪法征收条文，但是行政院长必须由监察院提出，经监委2个人以上提议，各经提案委员以外的监委9个人以上审查，加决定成立了后，加弹劾案连证据以上顶盖发言审理。院长怎么看蓝白今天要正式对你提出弹劾？经方会是行政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政策的平台，今天一整天这件事情才是对国家最有帮助、真正该办的事情。同款引起在野批评的，还有进前宪法法庭判决宪诉法受法违宪，包括蔡总顶顶3个大法官无出席评议，各讲宪法法庭的组成不合法。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质疑，府院捌请党政高层甲蔡总顶沟通，已经涉犯不法关税罪，会去北检告发。在野嘛联合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立法院评书委员会23开会，调野原来有真重的火药味。南北人数优势，会摆按列入拜5的议会议程。吴国昌嘛进一步表示，未来会伫各县市举办说明会，一定每年5月20投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明年底就要来举行地方的选举，目前在中选会敢若剩4位委员，行政院就有来提名7位委员，真罕见也包含在野所推荐的人选。就国民党的林委认为讲，这是行政院伫咧展示善意。也毋过部分被提名人因本身的政治立场有关是受到质疑。竞接明年9合1选举，但是中选会目前敢若剩4个委员，无法度召开会议决议，互调也是真烦恼，惊讲会去影响到选务的工作。对这行政院公布提名名单，而且真罕见纳入在野推荐的人选。这摆7个人选是包括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游盈良来出任主任委员，中国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吴柏宪来担任副主委，含律师黄文玲、政通关堂市长陈宗义，佮加上国民党推荐的李礼忠、苏家宏，民众党的部分是推荐苏祖桥。游盈良和吴柏宪互知影点名讲政治色彩是较偏绿，但是游盈良伫大罢免的时阵是去抢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嘛要受民众党的邀请做民调议题演讲。游盈良23日面册发文回应讲，接受提名是艰苦代，不管学历还是批评，接受上严格的考验。游盈良，我觉得以我个人我个人是这个当然要看最后审查的结果。我个人是
倾向可以接受了。副主委他的过去的色彩非常浓厚，那我们希望中选会的主委、副主委委员们都是尽量的独立、中性。针对名单纳入在野的人选，罗斯堡认为讲，行政伊有放出善意，不过吴国昌表示讲，坚定尤英良加讲真话的态度，但是审查未有私人的争议，会对所有的提名人发出问卷，内容包括敢有支持公投北大选，敢有支持国内移转投票。我有预想到您刚刚那些问题，应该会被讨论的，会被问到的。公投榜大选，然后不在籍投票都在预期当中。做其中一个红提名的苏主教表示讲，假使若入去到立法院审查的阶段，伊会做准备，清楚向朝野来表达伊对选务工课和公投相关议题的看法。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工作人员请不时就要面对着无理性的乘客来攻击，立法院就三读通过要修正铁路法，攻击铁路工作人员的上当会当判无期徒刑。今年10月有无拆车票的民众是走入去台铁5款站，甚至甲这站务人员甲伊塞入去月台，造成站务人员骨折。为着要阻止这款暴力事件再来发生，立法院是三读通过要修正铁路法，明定若是以强迫、威胁、恐吓等等的方法来伤害到铁路工作人员，会当来判3档的刑期；那害人重伤，会当判到10年；害人死亡者，上当是无期徒刑。继续来看，昨年新北市一个查甫高中生，讲要替另外一个查某高中生来出一口气，伫学校举刀啊攻击另外一个同学，造成死亡。一审是判这2个学生9年甲8年的刑期，总二审是改判到12年甲11年的刑期。不过，这死者的家属也是无法度接受，认为判了上过轻。台湾司法已死，少司法把我打的真的是。我真的是遍体鳞伤了，我预期就是30年啦，结果就是只判12年、11年啦。唔甘囡仔伫学校互举刀攻击身亡，死去亲人的疼，真歹抚平。发生伫去年，某高中挂红棍仔案，二审宣判刑凶的姓郭少年甲西人的姓林少女为异性分别判刑9年甲8年，即马加重改判12年甲11年，也毋过甲被害学生家属的有期遗忘落差，受其批评判受轻。他们进去法庭都还是大摇大摆的走进来耶，根本没有跟我道歉过。那是法官引导他们来跟我道歉，他们才道歉。二审的量刑判断是5点法院合议点考量，被告2个人触犯法律的行为情形，甲徛伫促进社会少女的健全自我成长，甲重返社会爱考量的需求等原因所做出来的判决。也毋过被害家属批评凶手冷漠后悔，也质疑少年事件处理法无保护被害人，颠倒对加害人真宽容。把人囡仔死袂了啦，对吧？法官他们说不行批评。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修复式司法是要修复我们什么？我们孩子命都没有了。那对于刑事判决不案，被害家属也讲，伫民事部分目前判赔938万，也毋过对方讲无财产，只摕到一张借款凭证。即卖互因更较烦恼的是自身安全，因为民事庭无抓住因的徛假地址等资讯，已经互加害人清楚掌握。12年1/3，4年。提假释出来还不到18岁，继续杀人，我可能是第一个被杀的啦。我坦白讲，因为我一直要求他加重嘛。案发计划2年，为二审宣判，专案会当上诉。这件杀人案伫学校发生，家属也向新北教育局提出国赔请求追究责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屏东县琉球国中的校长苏团结牵涉到害这代理老师过劳死亡的案件，监察院通过纠正，认定伊有重大管理失当甲霸凌的问题，是已经无适合搁继续做校长。屏东县府表示讲，若收到公文了后，就会启动无适任校长的审议程序。那苏团结本人也回应讲，目前这校务运作拢正常，伊会配合调查。进前屏东小琉球的琉球国中音乐科的代理老师，伫2021年因为长期加班，工课内容相当，经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认定操劳过度致死。检察院伫2日发布救济，认为校长苏团结无对老师做好保护责任，搁互人指控，对出庭作证的老师和死者家属施加压力，落尾构成这场霸凌。配合县府后续的一个处理啊，那我想讲的就是。事实胜于雄辩，然后霸凌案的部分，
我也有委请律师提出申诉，然后我也会捍卫自己的名声。检察院调查发现，苏摊局唔但要求老师逐工爱比头班船搁较早到学校，一礼拜上无爱带校2天，相关要求拢引起老师的不满。另外，公文阁讲，苏摊局伫检察院调查期间泄露案件内容，表示证人讲白贼。检察院认定相关争议已经登记损害师生权益，情形重大，伊明显无适任搁做校长，会甲专案移送屏东县政府依法处理。将依校长不适任事实调查处理办法来做办理，那后续会再召开校长事件审议会，那依审议的这个决议，那后续处理相关的行政处分。县府教育处表示，会按照规定成立调查小组，召开校长事件审议会，佮看调查结果做处分，正式启动无适任校长程序。琉球国中校长苏摊吉讲，目前校务拢正常，会配合县府调查，嘛会请律师针对霸凌提出申诉。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进前高雄的美浓大树，互人偷盗大量的废土，这个案件，涉案人是已经去互检方来起诉。不过未来这废土到底是要安怎处理，虽然是无结论。都业者来批评讲，现有的土资场空间有限，才会造成污池，甲这处理的费用起甲悬，连带建商的成本增加，也甲厝价贴悬起哩。176万第2次，大哥是176.5吗？地检署大厅业者是画价画甲真热热，桥头地检署23是对因靠后的怪手拖车这机具在做拍卖。来源是高雄美浓大树偷盗废土的案件，现在这业者来现场竞标。一台堪用的怪手，你至少都要上百万才可以用嘛啊！但是它是实际上是还堪用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低的价格取得。案件侦查来到上尾，相关涉案人已经互起诉，但是因为案件互讨论的通风气化的问题，所以一直拢无解决，造成真侪工地进度延前。第2日市议会召开通风气化的公听会，干部局早起嘛针对营建工程村的土壤管理自治条例修正草案召开说明会。土市场的容量伤细，阮即马车袂出去，佮车恶害土车袂出去，所以这就影响阮的成本甲阮工班。通地挖出来了，唔知要囥去倒，因为合法的土资场容量有限，挖市国乌白化价，较早处理费一栋差不多是50块，但即摆已经起哩到1600块，甚至搁较悬，互业者无法度承受，唔然有可能甲成本转去厝价顶悬，嘛恐惊互规模建筑整建的意愿降低，影响真大。土资场的管理，事实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高雄市政府自己还要做一个公有土资场，去平衡整体的这个价格跟它所规范的事项，让私有的土资场在公有土资场的示范底下，可以有一个平稳的状态啊。根据了解，高雄市土壤管理办法虽然一读通过，但是二读是互大会采伫遐。工务局表示讲，针对在囤土的问题已经列入自治条例修订范围。面对呼吁市府爱加听产业的意见，互条例调整较符合产业的需求，而且透过成功的手法，互高雄变作全台的典范。记者综合报道。又过来到年底啊，即马咱国内年尾奖金的行情到底是啥款？根据调查，在金融保险也是做会计师的，平均都有通好领到3个月奖金。过来是运输甲物流业嘛有2个月。不过做媒体广告的，今年可能干那0.4个月尔，也因为今年房市无啥热，卖厝的年尾奖金可能也领无介济。又搁是食尾个大鬼，除了看演出，互人上期睇的，就是发年尾奖金。看头家敢有拍手，邀民众规气家己做头家，加做几份外劳啊，为家己赚年尾奖金。可能跟政治比较大的落差应该是年终，但是我觉得啊，这件事情是可以找高于市场行情的工作去弹性的工作去处理的。往年的话呢，我们大概这个案件大概都可以成交到30几，然后今年的话。衰退大概2-3成，大概有20几场。根据97网的调查，今年年尾奖金的基数平均值，去年大约1.39个月，今年1.44个月，比去年加1.5天，创17年来上悬。观察各行业的年尾奖金，今年奖金上悬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会计统计业，大约有3个月。运输、物流仓储业2.44个月，科技资讯业也有2.25个月。不过大众传播、公关广告业今年年尾奖金可能干那0.4个月，文教保教业0.53个月，农业渔牧矿、环保生态业是0.78个月。
房仲业啦，我觉得可能今年会比较忧心，就是说年终奖金数字的部分会有腰斩的一个情况，甚至这种小品牌的一些房仲品牌或者是比较财力吃紧的建商，可能会发不出这个年终奖金。股票这个部分，他们的投资获利是很大的，债券市场也慢慢比较回稳下来，这个都是让这些银行业、金融业他们的获利可以增加的一个原因。学者指出，按算今年的年尾奖金发放，包含金融业甲电子业拢会真好，但是明年电子业恐怕要面对今年基期真悬的挑战。也若毋是电子产业的，也是毋是 AI 产业的，也要注意中国俗价倾销的问题，才会当量早应用产业的冲击。公司新闻参报道。镜头换来看台南市府即马是引进咱台湾家己制造的服务机器人，号做小北。你时会当来甲民众斗串路，暗时嘛当来斗巡逻。台南市长黄伟泰激情甲这个新同事编号1号机器人小北小借问，随后由小北带路，家己骑电梯陪市长上楼。这个驻点伫永华市电中心大厅的所有员工，过去拢伫暗时咧测试，这回头开伫历史公开，互大家看。随声真侪来市府办公的民众围观翕相。目前这个机器人当咧互伊喷看卖，若正式上临时，你是会甲民众带路去办公的地点，若暗时伊负责巡大楼。小妹，醒醒啊！我知道夜间有时候还要人力，但是市政府这个永华市政中心的场域非常大，夜间的人力坦白讲，在这么大的场域，如果能够借助机器人来帮忙做巡检的工作。经过了解，这台内部的运作系统、工业电脑等关键零件，全都由台湾厂商生产，内底有 NVIDIA 晶片，安尼就无用到中国的产品，资讯安全更加有保障。目前小北敢若会晓讲华语甲英语这语言，有民众会用咱的母语甲伊讲话，伊煞常常无法度反应。研发团队讲，第2阶段就会甲台语加入来，未来互伊的对话能力更加厉害。台语讲国语拢会使，伊无要会，伊无要插完的。爱搁有时间啦吼，敢是？是啊，当然嘛爱有时间吼，互伊去适应咱这讲华语、讲台语的人。他的程度可能 maybe 现在是国中。那之后会进阶到高中，那未来到大学。那因为我们里面这个刚刚讲的，我们 NVIDIA 这 solution 是有升级的概念，可以让它更加像个人一样去学习更多的东西。目前机器人当咧安装定式，建立资料库，兼互伊对市府4个位啊地理环境更加熟络。透过实际场合测试回收数据，加做改善的依据。按算上近明年1月底，就使服务市民。后摆是毋是也有第2号、第3号的所有员工？市府强调，就要看大家对小北的反应，甲市府经费有够无。希望这个智慧型的服务有真好的发展，来增加大家便利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日本自民党的代理干事长邱成田讲，伊带团来访问咱台湾，昨昏去高雄红毛港，甲这安倍晋三的当兄弟献花致意。伊针对日本的议员带团来访问台湾，这是引起中国的抗议。咱外交部也搁再强调讲，台湾和国际咧交流互动，中国无权讲东讲西。来台访问3日，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邱成田关于等多位众议员早起来高雄红毛港保安堂，向安倍晋三的当上献花鞠躬。邱成田关于讲，像大家所知影，伊是安倍晋三一直伫政治路上共同作战的共伴，遗憾两个人也未符合后辈更加侪指导安倍的不幸身亡。真感谢台湾人高担有关怀念安倍晋三。3年経った今もこの高尾市でこちらの銅像を皆さんが大切に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こと、本当に日本国民を代表して心から御礼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高雄市长陈其迈23早起专程陪同，也毋过低调无接受访问。最近有多位日本国会议员连续访问台湾，台湾竞赛日本参议员龙坡访问带领 TY 会访问团成员来台交流。行政院长杜英台亲自接见的时，也对龙坡推动修法，实现台湾出生者伫日本户籍登记的时，会当实际写台湾，表示感谢。我期待我们形成强联手，成为一个坚强的产业供应链的生态。在国家战略、在经济合作、在区域合作、在高科技产业跟强化社会韧性上，都能够努力来实现自由开放印太的愿景。さまざまな災害のたびに、台湾は日本のことを思っていただき、また日本も災害のたびに台湾のことを思う、そういうふうに、互いにですね、それぞれの窮状を思い合う
ある意味家族のような関係だと思ってございます。台日深化交流，那最近日本议员真正访问台湾，赖总统日也接见秋生田光一等人，所以引起中国外交部抗议，对日本提出严正交涉。而赖总统昨天也已经接见了相关的日本访宾，这样的事实，相信各位媒体朋友也都亲自见证。看到了。外交部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只有台湾民选政府才会当代表台湾人民伫国际社会甲其他国家互动交流。中国无权讲话甲讲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家己布袋最近有成立县内头一个看校合作的青少年交响乐团，希望将这音乐的教育资源引进到偏乡。伫老师的指挥之下，来自无共学校的囡仔做伙练习要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表演的歌曲。因是今年拄成立的布袋青少年交响乐团，也是台湾科艺文教协会10元以来提升偏乡教育环境的实际成果。我们透过跨校合作的一个把我们的资源平均分配，不是说着重在某一间学校，不是说我今天在布兴国小，我就只照顾布兴国小的孩子。我希望是这个地区整个地区的孩子，整个教育环境都可以提升。对我们来说，我们平常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刚好有这个乐团，所以我们可以更省时间，然后又有这么棒的环境，还有这些师资，我觉得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福利。这个乐团将近40位成员是来自4间国小、1间国中的学生囡仔，因为每一间学校的资源有限，所以练习的场地就是伫无上课的教室，乐器就是用借的，或者是别人替换存落来的。老师嘛是协会为外地专工请的，虽然资源无够，不过囡仔也是真欢喜，会当互家己有学习音乐的机会。可以看到更多的乐器，然后可以去听它不同的声音。因为有同学的陪伴，而且我也觉得这个乐器蛮好玩的，而且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上台，我就想说我也要加入进去。对，因为像我们的琴的部分也是协会赞助的，对，不是他们自己的琴，所以之前我们状况是没有办法把琴带回家练习，所以可能就是每个礼拜都会重复的一样的东西。协会指出，乐团成立了后，包括老师、器材等等的资源，一年就需要买250万的费用。目前主要拢是靠学生家长甲在地企业的支持，希望透过乐团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互社会关注偏乡的囡仔安怎伫资源无够的条件之下，同款会当展现因对学习的热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这个北美航空司令部是美国甲加拿大监控空中威胁的联合机构。不过，这个军事单位算是有一项趣味的任务，也就是来追踪亚弹老人。去年因着接到40万通电话，问讲这亚弹老人去到倒啊。今年的专线电话甚至还有提供9种语言的服务。伫亚弹部红配列的装饰品，倒顶空满亚弹布置。美国彼得森太空军基地的军官正在处理今年最后一个重要任务，追踪亚弹老人的行踪。Many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call us on December 24th. Last year we took almost 400,000 phone calls. This year we think we will take more. 两个北美航空司令部是美国甲加拿大联合成立的机构，为冷战以后一直负责监控北美地区的领空，防范来自空中的各种威胁。不过，伫70年前，这个军事机构因为一通意外电话开始有新的任务。So 70 years ago, a young child accidentally dialed the predecessor of NORAD, which is the Continental Air Defense Command, and the colonel who answered the phone heard a child asking him, "Where's Santa Claus?" He looked up where Santa was and reported it to the child, and then our tradition was born. 这个美丽错误是出自伫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希尔斯巴会，伫报纸看广告鼓励囡仔敲专线电话予亚弹老人。不过广告的电话号码却印唔到，予诺尔接到这通电话。过去70年来，诺尔继续用雷达卫星甲喷射机等设备协助民众追踪亚弹老人。今年甚至也有伫网站广播专线提供包括中文、英文甲日文等9种语言服务，予北美地区以外的人方便利用服务。有计今年为当地亚弹暝透早4点到25分钟为止，诺尔会变成做亚弹老人情报中心，会有超过1000名职工协助接听专线电话。因为亚弹节目用的也有纽约市的和平教堂，当年这座教堂拢会伫亚弹季节演奏歌曲。74座大键琴各自代表一个音符，其中超过一半的键琴，今年年纪拢已经满100岁啊。
53 of our bells are celebrating their 100th birthday this year as we're celebrating Christmas. They're actually older than the church itself, which opened its doors in 1930. 一挂历史悠久的青铜钟琴，是由英国业者伫1925年制造的，规套系统重100瓦吨，上大的钟就重20吨，这互这套钟琴成做全球上大的乐器。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天气报你知，下半晡开始，因为冷气传导南，北部会愈来愈寒。桃园以北甲东北部地区拢有可能会落大雨，东部恒春半岛水气嘛会较高。而且伫咧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有机会会来落雪。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7度至24度。中部地区16度至27度，南部地区17度至28度，东部地区17度至26度，外岛地区14度至2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